越嚟越多情侶選擇一齊養貓貓養狗狗，到底對感情有幾多正面嘅影響？又係咪完全冇壞處呢？台灣2023年貓狗嘅登記數已經比新生兒多出近10萬啊！中國仲勁，寵物嘅總數已經去到1.2億隻，超過1億戶嘅家庭有養寵物，40%有多嘅90後自稱已為人父母啦。咁其實77%嘅情侶都認為養寵物對戀情嘅影響正面多於負面。除咗心理上覺得有用，寵物能夠提供一種情緒中介嘅角色，例如情侶喺爭執之後10分鐘內摸下貓仔狗仔，你皮質醇嘅水平已經可以下降23%，負面嘅情緒亦都下降17%。不過喺一啲質性嘅研究入邊，有見到養寵物會為情侶帶嚟2個最大嘅衝突點：一，當有一方覺得自己照顧嘅工作比對方多好多；二，就係阿仔阿女可唔可以上床瞓覺啊？而如果最後呢對情侶分手，有近30%嘅人都擔心寵物嘅撫養權又會變為一個戰場啦。如果你希望養寵物係一個對大家都好嘅決定，可以多多留意以下3大嘅預測因子。首先，最好2個人本身都係中意動物嘅。另外，養寵物會為你哋帶嚟更多共同活動嘅時間，同埋喺飼養嘅過程中會令你覺得對方係一個更好嘅人。一齊照顧小動物係一種協調互動。有啲女性嘅受訪者都會形容，見到伴侶點樣照顧小動物，會更加容易想象佢將來會係一個點樣嘅老豆，類似育兒嘅預言啦。而最後，大部分嘅研究都見到有寵物嘅 couple 對戀愛嘅滿意度會更高。咁原因係咩呢？學者解釋，其實同貓狗相處，我哋會訓練到自己好多嘅情緒敏銳度同回應力，因為貓狗冇辦法同我哋直接溝通。例如你帶狗仔去睇醫生，需要非常靠你去觀察佢同健康嘅時候有咩唔同，可能係佢嘅表情、動作、習慣，呢啲全部都係 non-verbal cues。養寵物迫使我哋學識留意更多嘅細節，呢種中介作用會應用翻喺伴侶身上，其實就係講緊同理心啫嘛。文獻中都的確見到貓奴狗奴嘅同理心水平比其他情侶亦都明顯更高。而當一個人同理心有所提升，你喺感情中面對衝突時候嘅態度、反應，甚至第一句嘅說話就會好唔同啦，亦都成為改變一段關係走向嘅關鍵。